文員 Eden 想買胭脂液自用，但係由於冇時間行街，於是喺2月27號幫襯本港一間大型網購平台入面其中一間商戶，寄到返屋企之後，發現貨不對版，即係個樽身嗰度唔係咁順暢，有啲好似吱吱聲、咔咔聲嗰種感覺。咁我就覺得佢質量麻麻地啦。咁然後我就即刻望一望個樽身底個貼紙，發現佢係歪嘅貼得，我就開始對呢件貨品覺得佢係假貨嘅嫌疑係更加大。Eden 同正貨對比後，更堅信買到嘅係假貨，於是向網購平台投訴，獲全額退款。對方亦承諾會徹查，但至今仍然未有交代。佢話已經對網購平台失去信心。可以講話係冇網管嘅，即係正常一個人唔會咁容易買到假貨啊嘛。咁當然，如果你話你經其他渠道，可能 IG 或者代購，你真係買到嘅，咁真係冇得好講，因為你自己揾嘅，算係一個大眾嘅平台啦，比較多人喺上面買嘢啦，所以咁都買到假貨，我就覺得佢真係監管不足嘅。本台記者向被事主投訴嘅同名加盟商戶查詢，該商戶話佢哋出售嘅貨物保證都係正品正貨。有律師話網購平台有責任就加盟商嘅產品把關，做好盡職審查。起碼喺一個合理嘅水平咧，確保你嘅貨源咧係嚟自咧一個正貨，唔係侵權物品。咁當然啦，平台亦都唔係執法部門嚟嘅。如果佢完全冇做過貨源嘅核證，直接咧就容許佢賣一啲咧就物品嘅話咧，咁平台嘅法律風險咧，如果最終真係咧係假貨嘅話咧，佢嘅法律風險係相當高啦。律師建議消費者可以向消委會投訴，安排調解處理，又可以向海關舉報跟進調查，亦都可以向正貨嘅版權持有人反映，再向假貨商戶民事索償。廣播新聞網記者蘇樂瑤報道。